好了，什么我先死了，把那个交给我们的主唱，阿迪奥过来打鼓吗？好，看一下我们表演，换位置。哎，这首我又要讲笑话了。这招蛮像2年前有用过的。有，我们的下一首歌呢是。我们拿吉他。哎，你要拿吉他吧？什么歌？妈妈的。妈妈的已经到处弹叫了。哦，对，他不用拿吉他。有今天怪怪的那个。他不用。我们下一首歌是妈妈的眼睛。阿弟要说话。我们怎么会把妈妈的眼睛排在这个时候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很嗨，然后突然要骤降，总是需要冷静一下。是，找一下元旦。写给爸爸，怕妈妈吃醋，所以也写给妈妈。不是，这首不是先写的吗？对了，我是，哎呦，你不能有幽默感吗？抱歉。要妈妈，我道歉。哎，没关系啦，妈妈说你欠她2杯。哎呦，在这里啊，哎，我喜欢啊。那个，我这首歌是在民国05年吧，还是04年？民国94年。我毕业2005年写的一首歌。其实高中就有一个曲，就是一直没有很完整，这边一半。还是大学毕业我就完整了。但是我来台北补习1年的时候，所以晚上吃很多面哈。好，我真的没有。好，你不觉得有人有看过我们表演的，应该都知道他很少讲话。今天话语。话呢？我们给他拍手下好不好？不要给他讲话，不要给他讲话。世界末日之后我还活着，我一定要多说一点话。举手上次我们要练团啊，在台东练团，他就晚一点出发，他就传简讯给大家说，我的宿舍火警，真的这样。可是当然有时候很开心，哎，练团了，真的胡乱吧？不是那一天，还是你头发有被烧到？申请国家补偿了，叫什么国赔？我们说啊，不要聊这个了，就是写给我妈妈的歌这样，然后有1年了。我是一个乡下的孩子，然后突然间在怎么说？虽然我长大了17岁、18岁了，可是一个人哦，在都市的时候补习那个压力会步调太快了。他们用脚尖朝上飞的速度，在捷运，我觉得哇，这些人都来自少林寺吗？蜻蜓点水呢，就走路一定是这样飞。我就在想，不能悠悠哉哉嘛。然后那一年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啦，压力很大这样。背负着全部落的期待，没有了，就是，然后就特别想我妈妈那一阵子，因为我只要有什么压力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妈妈会变成我的出气筒，就是有些跟我妈妈说不好意思啊，好那，然后结果呢就特别想念她的，因为她总是都会护着我的。我爸爸也是很关心我，只是有的时候他要关心我之前，自己就先睡着了，就是有没有喝了一些东西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写这首歌，也在我二哥家，因为我补习就是那一年是住我二哥家，我非常感谢我的哥哥跟我嫂嫂，那一年还要多养我这个迷虫这样，很感谢他们。然后我做完这首歌，我考上大学了，我就拿这首歌。那时候是我跟老祖还有少华去录 demo 带，我第一个拿给别人，我们以外的人听，就是给我妈妈，因为我想给她，我只是单纯的给她听说，看有没有哪里错啊，纠正一下这样，因为我会讲，但是没有那么流利，我会写主语拼，但是没有那么的标准，然后想给我妈妈看一下，听一下。我妈妈听的时候还没有讲话就先哭了，这样，然后哭了我也跟着哭这样，然后我二姐要叫我们来吃饭，我姐也哭，大家就轮流哭这样，
比较搞不清楚状况的是我二哥了，因为他在煮菜，没煮菜，结果那3个怎么没吹？然后就哭了。那时候我借我侄女的电脑，还是对，虽然是借的电脑嘛，对，就放了这首歌给我妈妈听这样，很开心啊！我想那一刻我就也不需要什么纠正，妈妈的眼泪就是最佳的证明。很感谢她送给我的妈妈，她也坐在我爸爸旁边了。我的姨妈，她今天不想挥手，因为对太冷了，想少动一点，还是要动了，那不然你会变雕像。对，先给妈妈的歌，我妈大是眼睛，伊娜好像是所有原住民称呼妈妈的称谓，我妈大弄伊娜，眼睛妈妈的。翻成中文叫做“妈妈的眼睛”，就有点像英文的结构，献给大家。